好意思啊，麻烦您回避一下。好的。怎么了，少宇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尚文芳是不是你当年派人逼走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的事儿。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找到证人了，他也全都告诉我了。妈，我只是想看一看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没错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做这一切？有些事你并不知情，反正是因为咱们家的生意。生意就生意了，跟尚文芳有什么关系啊？少宇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果当年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能坐视不管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看着你儿子受了情伤一蹶不振是吗？少宇，你是注定要干大事业的人，儿女情长应该放在一边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苦心。为了让我完成你的目标，你就牺牲我的幸福，牺牲我的感情是吗？少宇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可能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但是你要相信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够了！我真的受够了吗？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再受你的掌控，我够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，永远。他们都被蒙蔽了，中间的一切都是谭总的母亲一手策划的。你继续跟尚文芳在一起，只会埋下隐患。我不能让其他的人影响到你的事业。昨晚喝大了，现在一直杵在那儿。少宇，那个昨天跟你妈谈的怎么样啊？他都承认了，是我误会依然了。不是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赶紧找依然去吧，你好跟依然把这事情说清楚啊！啊，少宇，我们都看得出来你还爱依然。你要是个爷们儿，你就去把她追回来。失去一次，别再失去第二次了。对，要不你换个衣服，我带你过去。依然，我们必须好好谈一次，有些话也必须要说清楚。哎，你
应该去把依然接回来。我把依然接回去？啊，他现在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也没人照顾，多不安全啊！哎，你搞清楚啊！我刚刚受到伤害，我这还没缓过来呢。哎呀，你一个大男人跟女孩计较什么呀？再说他住在这儿，有个3长2短，你跟少宇怎么交代啊？对不对？不是，照你的意思说，我就应该把这口气我憋回去。对呀，而且你得亲自去把他请回来，要不然依然肯定不愿意。哎，我受到了伤害，然后我还把凶手请回家去。你跟少宇还是哥们儿呢？我问过我妈了，当年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手安排的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依然。这些年，我想你一定过得不好，或许在心里边也深深的恨着我。但我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无情无义，从来没有找过你。我一直在找，但我找不到。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。我也痛苦，痛苦了很多年。你知道吗？每天晚上我都会拿着你的照片看。我问自己，你去了哪儿？谁能告诉我？但没人能告诉我，我只能傻傻的想，无论当初你怎么骗我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一定原谅你。只要你能回来。正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却是田乐的女朋友。我心里边很困惑，我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很嫉妒，但我也跟自己说，这一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因为我知道我还爱着你。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，现在显得很苍白，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，不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些伤害是注定无法弥补的。你走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们聊得怎么样啊？你看啊，你跟他呢，这毕竟有8年的这个误会，你想让他一下接受呢，肯定有难度。要么今天你先回去，你给他点时间。要么这样，我再帮你去试试，好不好？依然，我是天乐，
你给我开个门呗。那个少宇他也是不知情，才给你误会了这么多年。我知道，这一下让你呢把这误会都给打消了也不太可能，是应该多给你点时间。但是你能不能开个门，你们俩再谈谈呀？天乐，你别再说了。哎，那个依然，要不这样呗？你看啊，你一个人跟这儿住着呢，也不是个事儿，也没个照应。要不你先跟我搬回去吧？你搬回我那儿呢，我们有个照应，多好啊，行不行？我不能再麻烦你了。上次的事儿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利用你。上次的事儿过都过去了，咱就别提了呗。你呢，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我是觉得你先跟我搬回去比较好，啊？我真的不能再搬回去了，你走吧。那你自己好好静静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来，看看。哎呦，这怎么还真不高兴了呀？啊？谁惹你不高兴？你告诉我，谁让你不高兴了？咱就让他不高兴，好不好？有这么教孩子的吗？把人教成流氓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呀？啊？我就看出来了。你说，你怎么让我们依莲不高兴了？啊？人家这么讨厌你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明白了，肯定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，你嫉妒了，是不是？天乐，哎，你为什么接我迟到了？啊，我为什么呀？他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婆吗？哎，咱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这样不好啊，咱叫阿姨。哎，姐姐啊，叫姐姐。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！哎呦，你看，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啊，你悄悄告诉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？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咱也不能这么跟他说话呀。这么说话，他该不高兴了，他该伤心了，好不好？就算他长得老了点。哎，谁老了？我比你年轻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看看，咱俩这长相明显差着辈分的，是吧？还要告诉你啊。永远都别跟孩子置气，跟孩子置气，你这智商从这儿吧唧就落到底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告诉你，跟孩子置气永远都是你输啊！天乐，哎，他是谁呀？你怎么没和依然一起来接我？小朋友，不许叫我老太婆，要叫我阿姨。哎，对，阿姨啊，姐姐。姐姐啊，知道了吗？你就是老太婆，丑八怪！啊，姐姐，老太婆，哎，那个依然啊，对，接着了，
啊，那个我们马上到你那个楼下那咖啡厅咱碰面啊。不许叫我。哦，好，挂了啊。老太婆，姐姐，老太婆，哎，行了，好了，不吵了，乖啊。那咱们去找依然去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老？你还不知道看到我还以为我是18、19嘞。对，你本来就18、19啊，别拿那照了，那把你照老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依然好看嘛！林天乐，你不许喜欢他。啊？我。哎呦，你这么小就知道听姐姐吃醋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吃醋的地方多。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嗨，梅小姐，你怎么也在呀？我今天跟天乐在一块儿，就一块儿去接了依恋。依恋，我今天加班没能准时去接你，不过好在有天乐跟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他们呀？天乐哥哥，谢谢你接我下幼儿园。哎，怎么就谢我一人啊？啊，人姐姐跟我一块儿接的，你怎么不谢她呀？对呀，我特地去接的你。我本来和天乐正在忙正事儿，一听你没人接，就赶紧跑过来了。你是不是要谢谢我呀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依恋，真要吃啊？那走，帮你买去来。那个，依恋挺可爱的啊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呢，你看小孩真的不能那么宠，他现在年龄还小，以后还要上中学、小学，这种脾气肯定得受人欺负的，是吧？哎，她是你亲妹妹吧？是啊，那你爸妈生你们年龄差得够远的呀。你爸妈年龄也大了，也带不了他。你说你把他带出来，你还要拼事业，也管不了他，他也挺受罪的呀。当然了，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关心天乐。天乐平时也有自己的事儿，也不能随叫随到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以后我会跟天乐安排妥当时间的。好吃吗？天乐给我买的冰淇淋最好吃了。真会说话。你是不是个乖孩子啊？我是乖孩子呀，怎么了？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跟那个老太婆起来结婚了？人家不是老太婆，人家有名字，人家叫梅兰妮姐姐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管她叫老太婆呀？不喜欢，我只喜欢你和依然一起来接我。那我问你啊，那你是不是乖孩子呀？当然是啊。那我觉得啊，今天依恋呢做的不对，不能给人起外号，你不能叫人家老太婆，人喜欢你才跟我一块去接你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待会儿我觉得你回去了，你得跟梅兰妮姐姐说声谢谢，行不行啊？你刚才说了你是好孩子吗？啊？好吧。那行，来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啊！哟，还盖个章啊？行，好嘞。那咱一边吃一边往回走。行，走，真是乖孩子啊。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谭少宇的女朋友吧？对，那个我只是出于关心天乐嘛。再说天乐也是少宇的朋友啊，不高兴啦？我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林天乐的女朋友，我又这样关心天乐，所以你就觉得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理解你的担心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天乐呢，他人好又很仗义，以后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多帮忙呢。会的，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。我跟爱宝、雷雷他们相处的都很好。
不过什么？不过谭少宇。哦，就我男朋友那天你见过的，他脾气有点怪，可能不太好相处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在他身上多花点心，你们俩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啊？妈妈回来啦！回来啦。好吃吗？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梅兰妮阿姨啊？谢谢今天来接我。哎，这就乖。哎，依然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给你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回家吧？我们回家吧，好吗？回家了。成，回家。来，我给你拿书包啊，咱们把书包背上，走吧。回家了。刚跟依然聊天，我觉得特别多疑点，咱得好好查查。知道了，低调啊，稍安勿躁。天乐，吃晚饭了。哎，依恋呢？他可能白天玩累了，这会儿睡着了，等他睡醒再吃吧。是玩挺疯的今天。你跟谭少宇的女朋友熟吗？不说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跟你提个醒儿，别跟人家女朋友走那么近，省着别人说闲话。哦，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其实那天咱们去谭少宇家，你同意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你是想借这个机会跟我表白呢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回报你是应该的。哎呀，这事儿算我没考虑周到，下不为例，对不住啊。喂，哎，好了吗？没问题呀。千万别让他起疑心啊！跟踪这种事情需要高度技术含量的，你得保持距离，并且随时要找到掩护。哎呦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听这动静，他应该出门了，我赶紧跟上去了啊。行，带上相机，要物证啊，物证。我知道。喂，怎么样？到他公司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，我用跟进去吗？跟进去呀！还有呀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大学生在一起的没有依然。高中我也查了，也没有依然。依然没有出过国，那他和少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？人怎么认识的呀？
行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林先生你好。哎，您是来找谭总的吗？我找谭少宇。啊，好的，帮你转接。哎，别，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，想给他一惊喜，那个不用惊动他啊。好，那要不您请便。哎，好嘞啊。哎，干嘛？偷拍呢？没有，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，我取点景儿，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，我来你这儿拍，挺好的。前台说你来了，找我干嘛？我找你吃个饭。走吧。走啊。鬼鬼祟祟。没有，就这儿景儿不错，挺好的。我就不吃了。公司下午有会，吃多了的话犯困。哎，我发现你吧，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。哎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，一坚持就是4年。哦，还有一回，大2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？带了一那叫什么来着？密不透风，跟盔甲似的，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。所以啊，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，不好相处，不合群。但说到这儿，天乐，我挺感激你，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，就你受得了。至于爱宝这小子，在背后怎么说我，怎么想我，我全都知道。哎，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，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谁？没往心里去。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，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织？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？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？
这美兰妮吧，最近也挺怪，神神秘秘的，抓不着人，早出晚归。我就寻思着吧，是跟你走得挺近。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你就出国了，这几年呢，咱也没联系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。不是，刚才呢，问你跟依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提个醒，你这快结婚的人，不能什么都想要，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，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。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人得知足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？公司下午有会，我先走，不等你吃饭啊。我用了1天时间，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，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，我拍到了这些。都有什么呀？你好好看看呀！哎，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谭兆宇一共看了依然16次，依然看了谭兆宇10次，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。够精确的啊！那当然了，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平均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这不代表什么吗？准确来说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，依然是不是都在动，都在工作？在生物界里面，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。哦，搁着你那么说，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，谭兆宇也能看我好多次。啊，没准比这还多呢。照你这么分析的话，俩人就是没事儿呗。也不一定。你说说，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？后来吧，我被发现了，啊？但我假装啊，说是来找谭兆宇吃饭的，但吃饭的时候呢，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但是我总觉着啊，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。说什么来着？说的都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吧？哎，但是啊，我问他的问题，他都没答；他问我的问题呢，我也没答。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让你远离依然，然后珍惜我。嗨，什么乱七八糟都是。哎，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，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？什么自恋情节啊？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。那你说他什么意思？他要你珍惜谁？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！哎呦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开个玩笑，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。嘿嘿，行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？啊？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？你呀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回去晚了，谭兆宇要把你解雇了，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！那我先撤了。哎，好好想想。嗨，
姐，你去那边忙吧，这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您好，我们这儿那新品呢、经典都在这上面呢，您随便点啊。哎，去哪儿啊，先生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，等会儿有人包场，您要坐的话，只能去外边了。外边今天太热了，但是这不还有人吗？不，人还没到呢，到了马上就开始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，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。抱歉啊。并没事。他再待一会儿可真中暑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可开心了，喝咖啡，晒太阳。那你姐你不能不管吧？她在那条可待半天了。她静静挺好的。丹姐，要不咱出去吧？你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，一个在屋里闷着，这都好几个钟头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弟为什么那么放任我呀？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？这有些事儿啊，你得自己琢磨，我不方便说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
喂，忘了答应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？行了，知道啊，我换完衣服就过去。好啊，拜拜。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？什么铁盒呀？小铁盒。什么样的铁盒？你干嘛？你放我！你干嘛？你疯了吧你？谭少宇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？你疯了！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？我放这儿的铁盒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，你不知道？怎么就我能进来了？不能是贼偷的吗？那么宝贝，干嘛不收好呀？这谁都能拿走，凭什么是我拿的？我不知道。明了你！我提醒你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只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。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，所以，请你现在离开，现在！我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柜子里了，满意了吧？一大清早，喊什么呀？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怪不得没有人理你，你活该！谭总，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开会，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啊，好的。不是，您这骑的这什么，穿的这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特好看吧？为今天准备的。好看什么呀？哎，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，
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吗？你说这瞎嘚瑟什么？瞎臭美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就爱嘚瑟臭美，管得着吗你？管的就是你。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，骑我车。我才不要呢，那么难看，不骑。不骑是吧？不骑。不骑，那你回去吧。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！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，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。我给每个人发电子邮件，说好了规章制度，您看了吗？啊，我让几点来，您按点来了吗？我让骑什么车，您骑了吗？你看看人家，人穿什么装备，你穿什么装备，就不穿人家，你穿上我这样也行。你说你这样，你说你干嘛来了你？烦不烦呀？更年期吧你？啊，行，你骑不骑吧？不骑，不骑你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。你看，哎，大小姐脾气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，骑这车来故意的吧？是不是？故意给我看的吧？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，你就认怂。换车！扭什么呢？老太太扭秧歌呢？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？明珠顾问是吧？啊，跟你说啊，以后这种车能不骑就不骑，这种车骑多了人就变笨了。你看看我现在骑的，哎，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，哎，趁着神志还清醒啊，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，货给别人去，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又干嘛呀？拖鞋干嘛呢？不嫌地下脏啊？不脏，还接地气儿。拿，帮我装着。哎，咱俩聊聊谭少宇。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？咱们能不聊他吗？多扫兴啊！我跟你说，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。就是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，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，他倒好自己没找着，都炸了，跟我嚷嚷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？服了他了，再也受不了他了，讨厌！哎，他那人吧就那样，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啊、原则什么的，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、哪个原则，就给你炸了窝了。习惯啊，习惯就好。还习惯？谁习惯得了他呀？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。行，不生气，聊点别的，行了吗？哎呀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儿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。空气还挺好的。没错，没蒙你吧？嗯。其实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，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，真的，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一下就都过去了。是挺开阔的，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赶紧去找工作。啊？什么？找工作呀！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。我要尽早自立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？以前特爱穿高跟鞋，但其实没什么用，也挺累的。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，才知道着地气儿是什么感觉。哟，这终于回来了啊！哟，
么时候来的？等你半天了，了解你啊，这我要不找你吧，你肯定不会来找我。什么意思呀？好好交代吧，这一天都干嘛了？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？别装傻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女孩。哎，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，叫她来一起参加，又不是我们俩人，还整个一车队呢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你什么人我知道，我今儿找你来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。哦，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你们俩是怎么着？吵架了？你看，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，什么都告诉你。是啊，吵架了，这跟我杠上了，也不理我，而且走那架势吧，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。人家是一女孩，真要是离家出走了，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？啊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还得跟人当事人啊当面沟通啊。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，干涉人自由了。你呀，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，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。行了，这事儿要不这么着，我做个主，把你俩呢约出来，我跟你们调解调解，好不好？听你安排吧啊。对了，你这跟依然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在想，实在不行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，咱4个一起吃个饭呗。有女孩在，咱沟通也顺畅一点。否则咱们2个男人之间，跟他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，谈崩了怎么办？你说把依然也叫来？对啊。那俩女孩，那调解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？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，就是……哎呀，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，给个痛快话，行不行？方不方便？行，方便。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。说吧，找本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？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？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？为了说他是吧？那行，咱俩没话，我先撤了。哎，别！人家少宇呢，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，让我呢给调解调解。本来说的都挺好的，突然间跟我说呢，让依然也来，我就有点蒙圈了。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？啊！哎呦，林先生内心够宽的呀，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？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？好了，开个玩笑，咱俩都是看戏的。我不觉得你开玩笑，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，是吧？我觉得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，人谭少宇挺优秀的，我觉得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，挺好的。看着我，干嘛呀？看着我眼睛啊，我看着呢。我眼睛看到的，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你这干嘛呀你？